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， 上集咧已經係1年前啦，同大家講咗咧楚國嘅賢臣孫叔敖嘅故事。咁今集咧就繼續講翻楚莊王呢個故事咧，相當之出名，就係翟英會。咁成個故事係點樣嘅咧？咁就話說咧有一日啦，楚莊王咁啊，終於咧就拎翻個皇位啦。咁就帶住自己嘅愛妾咧，同埋一班大臣啊、將軍啊，就落 club 嗰度玩啦。跟住咧就玩到天昏地暗啊，倒轉地球又成啦。嚟啦喂，來吧倒轉地球，全部自有密謀，上晝擔憂要透透，摸下囉柚會長壽。來吧倒轉地球，來吧叫我做老豆，打開手銬。哎呀，今天解放只想要自由，喂！又要自由，又要打開手扣又成啦，咁啊點會唔出事啊？係嘛？咁多麻甩佬喺度，又飲咗酒，最緊要嘅位就係呢啲光線咧十分之昏暗，咁就喺倒轉地球期間呢，出現咗一隻鹹豬手啦。非禮啊！咁就摸咗阿楚莊王嘅愛妾個 pat pat 一嘢，咁然之後愛妾咧就喊住咁撲咗去楚莊王嗰度啦。大王，有個死麻甩佬，佢摸我啊！咩話？光天化日，竟然發生啲咁樣嘅事，真係豈有此理！你一定要幫我主持公道啊！但係你手上面有冇證據啊？無憑無據，係口同鼻拗嘅啫噃。大王，我手上面有證據噶，我喺佢作案嘅時候，將佢頭上面嘅孔雀毛掹咗落嚟啊！邊個嘅頭上面冇一條孔雀毛，佢就係嗰個麻甩佬啊！好啦，寡人知道點樣做啦。你哋要幫臣妾主持公道啊！大王，我要斬咗佢啊！斬咗佢啊！我要斬咗佢喂鱷魚啊！愛妾，麻甩佬係咁噶啦，飲咗啲屎水之後就控制唔到自己噶啦。寡人都係男人，寡人可以理解，寡人唔應該因為呢一件酒後糊塗嘅事就斷送咗一個壯士、一個將軍佢嘅顏面。就等寡人代呢位將軍向你賠罪啦，好嘛？寡人已經命人喺 America 嗰度訂咗個限量版嘅鱷魚手袋俾你，希望你能夠明白寡人嘅苦心。況且，如果唔係因為你國色天香、閉月羞花，啲狂蜂浪蝶又點會黐埋你嘅身邊呢？所以俾一次機會佢，好嘛？唔好唔開心啦，你寡人食食。咁呢件事呢，其實係好難得嘅。你唔好話佢係一個君主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就算係放喺現代，我相信都唔係每一個男士係能夠包容到嘅。唔打你一身都鬧你一餐啦，係咪啊？佢仲要係古代係一個保守嘅社會底下，哇！我就係啲蠟燭熄咗一陣間，跟住你作為一個大臣，竟然抽君主嘅愛妾嘅水，咁呢一單嘢其實係好容易上綱上線噶嘛。即係作為君主，你可能會聯想到，哇！咁如果有一日我出征，咁我後宮嗰啲妾侍仲得了嘅係嘛？我諗就算喺春秋時代啦，冇一個君主係能夠做到呢樣嘢。但係楚莊王佢吞咗呢啖氣，眾將士，咁讓我哋君臣相會，慶祝鏟除鬥月召集團。我哋君臣之間無分彼此，請各位將士將你哋頭上面嘅孔雀毛掹落嚟，以彰顯我哋楚國嘅新開始。遵命，大王。咁呢個 moment 咧，其實啲蠟燭咧係未點翻嘅，但因為所有嘅將士咧都將佢哋頭上面嘅鷹，咁就唔係孔雀毛嚟嘅，為咗方便大家去理解，咁我就話係孔雀毛啫。咁全部都掹晒落嚟啦，咁啊即係相當於冇證據啦，係咪啊？即係相當於其實係楚莊王佢冇諗住追究呢件事。其實喺呢件事入邊咧，我哋可以見到楚莊王佢喺收買人心呢件事入面咧，可以話係真係做到極致。哪怕下面嘅嗰班人對佢嚟講只係微不足道嘅人，但係佢都維護咗對方嘅尊嚴。所以最後咧，其實係冇人知道咧究竟係邊個鹹豬手嘅。咁後來咧有一啲野史就話啦，喺某一次咧楚國同埋晉國發生戰爭嘅時候，楚莊王咧就俾晉兵圍困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忽然之間就有一個名不見經傳嘅將士搏咗條命咁保護佢，一直護衛喺楚莊王嘅四周圍，即係就算係做戲都做唔到咁到位。而且個關鍵問題就係楚莊王唔識佢嘅，邊位啊你？我又好似對你冇乜印象，又好似冇點封賞過你，做乜嘢啊你？做乜嘢咁搏命保護我啊？你想要啲乜嘢封賞？只要寡人能夠做到，寡人都會封賞俾你。大王，罪臣唔要封賞。哦，何出此言啊？大王，喺3年前為咗慶祝鏟除鬥月召集團，你好賞三軍，微臣酒後亂性，摸咗啲唔應該摸嘅嘢。
大王冇當場拆穿，保住咗我嘅性命同埋尊嚴，所以就算我搏咗條命，都要保存大王嘅性命，報答大王對我嘅恩德。咁講咗咁多集楚莊王啦，整體嚟講，我哋會發現楚莊王呢一個人，即係無論你話佢係扮出嚟又好，佢收埋人心都好啦。但係喺客觀事實上，佢尊賢上恭，不忘故舊，懂得立諫，亦都識得籠絡人心。籠絡人心其實係帝王術入面啦，好重要嘅一環嚟嘅。無論係孫子兵法又好，厚黑學又好，反經又好，馬基維利嘅君主論都好啦，都講過同樣嘅嘢。佢係一個君王必不可少嘅手段之一。喺楚莊王嘅領導底下，成個楚國就發生咗天翻地覆嘅變化。喺穩坐釣魚船，穩定咗楚國嘅局勢之後，楚莊王就開始練兵啦。因為自從咧當年城濮之戰，晉文公大敗楚成王，晉文公重耳就繼齊桓公之後咧，再次稱霸中原。楚國自此咧亦都係頭耷耷眼濕濕，唔夠膽咧再大舉涉足中原。而喺楚莊王親政之後，楚國嘅國力日益增強，於是乎佢就開始咧準備大規模北進啦。咁點樣去挑選向北推進嘅時候要帶啲乜嘢人出征呢？楚莊王咧就諗咗個辦法。端午又就嚟到啦，我哋不如有君臣同樂，落 club 度唱下歌仔啦，好嘛？哎呀，大王搞錯咗啦，屈原仲未出世噶，我哋呢個時代仲未有端午節。大王你諗個第二個藉口啦，例如話兒童節去狩獵得唔得啊？好，見兒童節咁高興，嗰人就同眾將士一齊去狩獵啦。好多人咧就以為阿楚莊王開始驕車淫逸啦，開始不務正業，成日借啲意咧就帶班將士出去狩獵。但係實情係咧，楚莊王佢認為每次開住戰車去狩獵，無論係打老虎、打豹、打野豬，喺呢啲咁兇猛嘅野獸面前，最能夠發現到乜嘢人夠勇敢，上陣殺敵嘅時候夠兇殘。所以其實呢啲大大小小嘅狩獵行動，都係楚莊王咧喺度物色緊向北挺進嘅時候所要任用嘅將領。咁楚莊王就發現，原來有啲人咧真係好識揸戰車嘅，佢哋唔單止駕輕就熟，仲有時間咧一路揸戰車，一路喺度唱歌添。哎呀，大王啊，你平時好唔好唱翻兩嘴噶？今日咁高興，為大家高歌一曲，唱首歌俾我哋聽啦，好嘛？哎呀，都嚟到故事嘅結尾啊，你又要拐人唱歌？一集唱2首歌會唔會有啲過分啊？唔係咁好嘅，我驚嚇親大家，大家以後唔再聽呢個節目啊！哎呀，大王你唱唔唱噶？唔唱等我嚟啦！哎呀，唔好扭扭零零啦 ，music！咁啊一齊嚟啦！下定決心進攻北方，都不覺荒涼。戰鬥那刻還未失憶，我亦能靜養。縱使我有多累，仔仔得幾啊歲，攻城其實也是某種乾脆。就係咁啦，楚莊王就開始咗佢嘅練兵大計啦。咁究竟向北推進嘅情況又係點呢？我哋就留翻下集再講。咁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。我係陳老師，把口唔收，講下春秋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希望可以快啲啦，唔會係1年之後。